阮要来认罪，因为阮无做好诶福音诶使者，阮无将你诶福音传互遮需要来明白你诶人。求主赦免阮。阮嘛感谢主，搁一摆接纳阮。疫情3冬，伫个昨阮会当真欢喜来伫遮度过东门教会120周年诶生日。主，阮三甲伫遮，将阮诶才华，将阮所吟诶诗，阮诶手所弹诶音乐，阮诶喙所唱诶歌，拢诚做芳芳诶祭献互主。这一切拢要感谢主诶恩典。若是无安尼，阮无法度伫即个混乱诶世界，伫遮阮找着疼，找着厝诶感觉，伫遮明白遮尔济兄弟姊妹，求主赐福即个教会，嘛求主互阮诶心哪来哪往。感谢主上帝，互阮伫120周年以后，阮会当搁较珍惜彼此，嘛。搁较认真来奔跑主的道路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照阮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家庭团契要用我的主、我的上帝、我的君王来学乐。我的上帝。
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16节到19节，安尼讲：我要用什么比评这世代？因亲像一群囡仔坐伫市场口，对另外一顿话：阮对恁分品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悲伤。约翰来无食无啉，人就讲伊互鬼附身。林子来嘛食嘛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税的甲罪人的朋友。不过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。第二位的圣经伫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。迄时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的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交托予我。爸以外无人捌囝，囝甲囝爱要互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。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着背我的担，来对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今仔日的信息，老牧师要为咱带来的是来建立安息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当阮自执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你的话，阮超找智慧，也互阮对你踮伫阮中间所行的事，阮看见新的恩典，也看见新的愿望。同在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免。也这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一摆踮伫圣殿中间，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，其实对咱逐个人来讲是一段真熟悉的经文，对无？踮伫最后迄个金句，逐个拢真熟悉。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爱来我遮，因为我要互恁通得到安息。咱常常会背即句金句，但是咱嘛不可否认的是，踮伫人的生命中间，咱一直会拄着新的挑战，嘛会拄着侪困难。踮伫即礼拜，我想逐个人拢看见一个歌星，伊忽然间离开。对媒体的报道内面，咱知影，伊报道讲伊已经破病了真久的时间。对肉体破病，至到伫心灵的破病，到伫上尾啊，伊离开这个世间。这是一段真困难的过程，因为有侪重担，无论这个重担是甚物，是破病也好，是艰难也好，是侪搅扰咱生命的物件嘛好，这个重担已经影响到人的生命。这个重担嘛会互人无法度超找新的开展，毋知影要怎样搁向前行。所以踮伫这个时刻，咱透过这段金句嘛，值得互咱做伙来思考，到底我的重担是啥物？到底踮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要如何继续向前行？踮伫马太的11章，咱要认捌这段经文，咱必须爱对头前就是行洗礼约翰咧问耶稣的问题开始来看。约翰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伊为基督做见证。伊真正咧服侍，毋过伊也共款拄着艰难。伊拄着啥物事？伊互人掠到伫家角中间，失去了自由。所以踮伫失去自由、踮伫家角中间的一个人，伊嘛开始有这个问题：到底我所信、到底我所传的，到底是啥物？所以伊派学生去问耶稣啊，伊派学生去问耶稣讲：你敢是就是迄个？要搁来的迄个无？你敢就是迄个吗？还是阮搁需要继续搁等落去？这是约翰的问题啊！到底你是毋是？就是这个，还是阮爱搁继续等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我毋知咱会安怎想。
对一个尽忠的奴仆，对一个尽忠咧传扬上帝国信息的人来讲，伊竟然开始咧怀疑讲：耶稣敢真正是一个吗？当然，咱会当了解，踮伫家国中间的人，踮伫济困难中间的人，会抵到伫心灵内底开始拄着问题，会抵到伫伊的心嘛拄着济的困迫甲挑战。所以家国是一个有形的家国是真明显，伊干那会当踮伫迄个空间内底。但是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搁较大的问题是。咱有可能每一个人拢排一座家国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会互济伤害、互重大、互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所限制，一直踮伫这个忧愁的过程中间，会忧愁、会烦恼、会生气，咱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安息。面对这个问题，耶稣甲约翰的学生安尼讲：恁转去啊！将恁所听到、所看到的代志报告约翰知。这个看到、佮听到的代志是啥物呢？就是迄个青眉人通得到看见，摆骹的会当佮起来行，得到麻风的会当得到清气，耳孔听袂到的会当重新佮听到，死人会当佮活，散车人听到福音。这就是耶稣所咧讲的信息。就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虽然有济艰难，但是咱一直会看得见啥物？有济青眉人得到看见，摆骹的重新都起来行，就是生命拄着困难的人，因会当重新阁徛起来。所以耶稣邀请约翰讲，虽然踮伫这个家国中间，看起来无路通行。看起来安怎看都看无远望，但是你爱会记哩，当你听到这个消息，听到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听到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时阵，你就清楚知影，基督的福音踮伫遐。这就是耶稣所咧传讲的信息。当这话讲了，耶稣才继续济人咧宣讲讲，伫这个世代的人啊，伫整个世代的人是偌年啊！无愿意听上帝的信息啊！因就亲像一大群的囡仔，彼此伫遐咧喊话。有人踮伫婚礼咧奏乐的时阵，遮个人无要跳舞；踮伫丧礼咧唱哀歌的时阵，你嘛无咧哭。意思就是，逐个人拢照家己的想法咧行，逐个人拢干那照家己的想法咧行，逐个人无愿意咧看即个时机到底发生了啥物事。人无愿意踮伫适当的时机做应该爱做的代志。每一个人拢将家己当作是局外人，甲家己无关系，继续排迄个真重的壳，继续咧向前行。这也是咱每一个人的使命。咱无愿意得到自由，咱敢若愿意照着家己所看会到的代志，排伫迄个重的壳。就算讲真重，嘛是有缘，敢若愿意照安尼去行，这是咱的使命。其实踮伫咱每一个人的故事内面，咱拢会拄着困难，嘛会拄着挑战，咱嘛会对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，听到一寡毋知影要安怎办的事。我捌陪伴一个少年人，伊真少年，大概踮伫大学毕业的时阵，伊发现讲伊得着脑瘤。伊头壳内面生一个真大的瘤，真艰苦，才拄啊要大学毕业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去病院甲伊看，踮伫遐，我替伊祈祷，期待经过手术了后，伊会当得到医治。上帝帮助伊，迄边的手术是顺利，但是踮伫伊出院转到家己的家。开始要进入新的生活的时阵，伊才发现，原来还佫有济重担踮伫伊的生命中间。伊大学毕业，经过遮尔大的手术，伊忽然间发现讲，伊找无头路，因为每一个头家听到讲，伊动过脑瘤，拢无愿意甲伊请，所以伊找无
找无头路会当行，伊嘛毋知过来我到底生活中间要安怎？伊想要出去，但是伊阁无法度出去。厝内的人阁烦恼，厝内底是大人，当然烦恼讲你已经动过遮尔大的手术，你规气你拢莫出门较好吧？所以伊就困踮伫遐，伊无法度知影讲我过来人生的路要安怎行。过差不多无偌久的时间，真无简单稳定落来，厝内人嘛咧陪伴伊，结果等到病院复诊，佫讲复发，佫另外一摆真大的手术，不断踮伫伊的生命中间咧循环。经过一摆开脑的手术，真无简单才恢复，佫继续行，竟然佫发现讲佫复发。大家人拢咧问这个问题：主啊，你到底要安怎办？主啊，你到底要怎样拯救这个少年人的性命？大家人嘛一直咧问，到底福音踮伫叨落？咱无答案。病痛是一个重担，心内底的压力嘛是另外一个重担。毋知影家己未来的路到底是怎样，这嘛是重担。毋知影家己到底会当好，也是袂当好，这嘛是同一个问题。所以一摆搁一摆的手术，一摆搁一摆听到这个脑瘤搁复发的过程中间，心内底愈来愈艰苦。这个情绪、这个看虑、这个生气的情绪嘛，踮伫整个的家庭中间，有规个家庭若亲像派一座家乐店共款，所有人拢困伫遐，超找袂着，到底要怎样通得到自由？即款的故事其实嘛，踮伫咱每一个人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中间。咱有一个，咱拄着一摆搁一摆的打击，一摆搁一摆的病痛，一个搁一个的重担，一直咧影响咱，这咧提醒咱一件事，这是现实，这是生命中间的现实。既然伊是现实，就无任何人会当将伊当作看袂到共款。这宗教用宗教的方法。想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莫看现实，我相信讲我的神一定会帮助我，无论透过拜拜，无论透过任何的方法，咱想要用宗教的方法，爱咱看袂到遮的现实，有时包括基督徒嘛共款，咱是用祈祷期待要脱离这个现实，期待讲上帝会医治，但是。如果这是生命必然的现实，就无任何人会当真正将伊当作无发生共款。外在的压迫是困难的，但是上大的挑战永远踮伫人的内在。咱会开始咧否认家己，咱会开始怀疑，咱会受到济心灵的打击。当然。这个捆绑毋是干那踮伫咱个人，这个情绪会影响咱身躯边的人。这个生气、这个看虑、这个困难，咱排迄个加压，这个情绪会一直拖到咱身躯边的人的生命中间。所以照顾的人甲受照顾的人，其实拢踮伫一个真大的漩涡内面。这是加压。那亲像咱找袂到愿望，咱找袂到人生的路，咱嘛毋知影到底要搁怎样往头前行。约翰的困难，甲这个少年人的困难，甲咱每一个人的困难，其实拢共款。对个人，到伫身躯边的亲人，到伫整个信仰的团体，咱共同。受捆绑踮伫一个真大的加压中间，现实的重担抵到咱超找袂到新的路，超找袂到新的愿望，也照着安尼，耶稣才会对咱讲：咱需要进入安息。
咱需要进入安息，对安息中间去看见上帝的疼到底是甚物。耶稣阁继续讲，伊讲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看起来，毋过对细汉囡仔来启示。讲了真清楚。这个世界中间有学问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咱认为咱家己拢会使的人，但是咱煞拒绝耶稣的邀请，咱煞拒绝耶稣的邀请，颠倒变伊自然而然每一个单纯群对伊的细汉囡仔显示出来。咱中间到底是有智慧？有聪明的人较侪，也是单纯亲像世间的人较侪咧。其实伫每一个世代，咱拢知，可能要真正若亲像一个世间共款，咧看上帝的带领，学习顺服上帝的带领是困难的。耶稣讲了真清楚，大多数的人其实拒绝耶稣的邀请，但是犹原有少数的人。伊清楚，伊愿意回应，伊愿意领受耶稣的疼。照着安尼，咱行伫一条通往自由的路。伊才对咱讲：路口背重担的人，拢着爱来我遮。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着爱派我的担对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。安尼。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这是耶稣的话。伊清楚知影，整个的世代，伫犹太的世代，伫约翰的世代也好，伫历代也好，咱所有的人排一做家教是为虾米？都是耶稣一直咧对抗的。经学教师。法利赛派将无法度忍受的重担，一直藏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互咱哪亲像捆绑踮伫一个家角中间行袂出来。迄个重担是啥物？你一定爱安怎？你一定爱遵守这个律法，你一定爱，就是照这个律法去行。安息日你就是袂当做工，安息日你就是袂当医治病人。啊，有一无共款的律法。一直将这个重担捆绑了咱每一个人。踮伫病痛、踮伫困难的人，咱嘛一直拢会听到类似的重担，就是你一定是得罪上帝，才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你一定是无够认真咧跟对耶稣，你才会拄到这个患难。遮尔济的重担一直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直到咱误解安息的意义。咱误解安息的意义是啥物？咱认为安息是我只要囥咧，啥物拢莫做就好啊。咱认为这叫做安息。咱误解了安息的意义。安息到底是啥物？是照耶稣伫这段话所讲的，是耶稣将学用的担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温柔谦卑帮助咱。向前行，伊温柔谦卑缀咱行头前的路程，就算讲踮伫患难的中间，就算讲踮伫遮尔济病痛，踮伫遮尔济压力的中间，伊邀请咱做伙行。学习耶稣的款式，毋是干那听伊的教导，阁需要咱用咱的耳孔去听，用咱的目睭去看。用实际行动做伙向前行，所以这段话其实伊所咧表达的是，来正做我做伙派担的同伴吧。这是耶稣所对咱的邀请，正做我的同伴吧。其实你认为是你家己咧派吗？毋是，是我咧派，然后你做伙来。咱做伙正做同伴吧。你缀伫我的身躯边，看我到底安怎做，看我到底怎样咧排这个重担。当你愿意，互我斗相共的时阵，
一切互你感觉真沉重者的工作，你就会当变成做较轻松，变成做真正有人在替你担一切的重担。所以安息毋是讲啥物拢莫做，乃是安息是通过听到咱的骹步，咱看上帝到底在做啥物，重新整理咱家己，嘛敲找出合宜的节奏，继续向前行。这也是我最近看一本册，踮伫创世纪的注解内面伊讲的，就是迄个安息真正毋是啥物拢莫做。是上帝创造了一切了，迄个安息是互咱停落来，重新整理，搁继续出发。这是安息的意义。有时咱认为讲安息应该都是啥物拢莫做吧，结果颠倒递到咱愈来愈无用，愈来愈忝，因为咱敲找袂着迄条轻松的路。所以，这个解释是真趣味的。安息是做所有的工，然后停落来，备班，搁出发。来进入安息，就是耶稣咧邀请咱，这个担是咱会当做伙担起来的。耶稣赐予咱安息的应允，互咱重新得到开力，互咱踮伫无法度喘气的时阵，会当重新搁赐着新的气。互咱愈来愈深，烦恼愈来愈深的深渊中间，咱会当搁爬起来。虽然咱排着济济的加减，但是当咱体会耶稣甲咱做伙行的时阵，咱要得到新的自由，咱的生命要换新。这是耶稣的路，毋过耶稣的路通常会挑战咱的理性，嘛会挑战咱的了解。因为踮伫马太福音内面，咱一定拢听过足侪咱真熟悉的金句，互咱感觉真奇怪。伊讲有人拍你的正面，就会安怎？倒边嘛爱互伊拍，听起来就足怪着吧？有人要强迫你行一里路，啊，你就爱搁行2里路，就爱听你的对敌，为着迫害你的人祈祷。咱认真想，咱就会感觉。这个要求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困难吧？这个要求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困难吧？咱会认为，这个答实在是伤过重啊吧？如果耶稣是安尼讲，所以咱会安怎做？有人拍你的正面，你就安怎？绝对是拍倒转去嘛。所以咱就会自然走这条路啊。有人拍你的正面，我就搁甲你回击落去嘛。啊，有人强迫我行一里路，绝对是甲伊请拼。有人真做咱的迫害，真做咱的对敌，要搁替伊祈祷，敢有可能？这绝对不会替伊祈祷。咱用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方法，正做咱生命的准则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迄个加压排伫咱的生命中间愈来愈重，咱无法度行出去。咱用暴力，咱用邪恶来回应每一个生命中间的挑战，每一个生命中间咱所感觉无公平的代志，到伫上尾啊，咱颠倒互暴力，咱互遮个邪恶定居咱的生命，互咱无法度行出来。互咱无法度看见新的远望，所以耶稣踮伫遮，伊所讲的迄个，真正是谦卑、温柔，然后会当踮伫遮得到安息，这个应允，毋是咱经验内面所理解的。生命的现实袂因为信耶稣消失，生命才会病痛，嘛袂因为信耶稣了后，所以一切拢袂发生。真正的关键是，耶稣咧问的，咱的生命敢会当照着耶稣的形象，通互咱的眼光甲咱的意思重新得到改变，咱重新看见我会当安怎回应。所以
咱见若病痛，一直咧影响咱的人，毋知影要安怎行出来的兄弟姊妹，耶稣搁一摆邀请咱静静观看伊的作为，都点伫每一个长月的所在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对你的请安，每一摆咱会当相招好的时刻，耶稣点伫遐。咱中间每一个因为照顾软弱的人，递到咱的身心灵，拢真正真困难，嘛一直行袂出来的兄弟姊妹，耶稣知影咱生命所发出的声音，伊听见咱所承受的压力，伊静静正做咱的同伴，陪伴咱要经过每一个风雨。现在的咱受到济济重担所影响，咱派着济济感觉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也是因为安尼，耶稣对咱讲：你爱进入安息。停落来，你的脚步，定睛看耶稣怎样带咱，邀请咱抬起咱的行李。排起咱原本的行李要搁做伙向前行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讲，原来迄个真沉重的包袱已经愈来愈轻松。原来坚持的想法袂搁捆绑你。踮伫咱的身躯边，一定会有济济存在济济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毋知你敢看见因啊无？踮伫即个时刻，要邀请咱大家想看卖，踮伫咱的身躯边，有甚物人受到重担所影响？无论是生命的挑战，是病痛，还是退化，还是济济咱想袂到，伊就陷落踮伫生命的重担中间，毋知咱看见因啊无？都踮伫即个安息的时刻，想看卖，因所排的重担是甚物？因所承受的痛苦是甚物？感受一下，咱的内心会安怎替因祈祷？咱会怎样替因祈祷？咱会怎样看见耶稣踮伫每一个需要的时刻？对因讲话呢？来进入安息是耶稣的邀请，都踮伫行袂落去的时刻，咱的祈祷，咱的一句请安，咱的一句鼓励，会成做咱身躯边这兄弟姊妹得到新的愿望的关键。都伫艰苦的时阵，都伫心灵忧伤的时阵，咱悠然会当体会，咱家己的忧伤内面还阁有忧啊，还阁会当阁继续行。咱的生命是因为耶稣的福音来定义咱家己。咱毋是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咱毋是因为暴力，毋是因为邪恶来定义咱的生命。咱的生命是因为耶稣的福音来定义咱。耶稣的宽恕踮伫遮对咱讲：我的心温柔谦逊。咱的心，咱的生命会当活出这个温柔谦逊的宽恕。照着安尼，福音的道理一日一日传出去啊！都伫咱所关心人的生命中间，都伫咱所看虑的事件中间，安息帮助咱看见基督。昨暗咱踮伫遮有一场真水的音乐会，通过济济兄弟姊妹，通过教会中间无共款年龄层的人，咱参与踮伫这中间。咱的同工真辛苦，看起来是重担，但是
咱嘛体会是耶稣替咱咧排这个重担。当然，现实就是老师的压力真正足重的，可能毋知影偌久困袂去啊。但是踮伫即条路顶面，咱所看的是耶稣为着咱备办这一切。耶稣家己邀请咱所有的同工参与，每一个无共款的团体，每一个无共款咱所邀请的亲人朋友，咱的兄弟姊妹，透过咱的文书来讲上帝的故事。当音乐会结束的时阵，有一个兄弟姊妹踮伫门口，有一个姊妹，伊是北京教会的姊妹，伊咧分享伊生命中间的感动。伊所咧讲的是，这个音乐会所互我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的力量，是一个稳定的力量。迄毋是敢若一个真特别的事件，一个真特别的高潮点伫这个音乐会中间。伊是一个稳定的力量，一直向前，一直向前，一直咧杀，一直咧杀。所以，迄个感动点伫迄个心内底是一直无法度散去的。这是稳定的力量。也咧讲的信息是，耶稣基督是咱的石盘。耶稣基督是咱教会的石盘。咱徛在踮伫石盘顶，用咱的文书，用咱各种的材料，同齐咧服侍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稳定的力量，一直咧推送，一直咧向人宣讲耶稣基督福音踮伫遮。所以，当咱会当过一摆三主日的时阵，耶稣所讲的“来进入安息吧”，这个来进入安息的愿望是，我会替你排生命的重担。所以，当你甲我做伙行的时阵，你会感觉愈来愈轻松，你会感觉这是上界适合你的安息，要带予咱新的开展，予咱的教会，予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每一日见证耶稣的疼，踮伫安息中，咱看见基督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来进入安息。排着重重的壳，慢慢往顶悬来爬，看着远远的目的地，这个重担一直咧压我，无法度喘气。排着重重的担，步步愈歹行，脚步哪看见土地。哪行hand路哪深，真歹会当逃脱。排着一组一组的感觉，忧愁、烦恼、生气，失去自由的家己，等袂着一点仔快乐的滋味。路口背重担的人，来进入安息。温柔谦卑的形象，伴咱哪行哪远，互咱大喙来喘气，赢过这个甜盘，焕然一新。咱的生命会换新，咱的重担会当踮伫耶稣基督遐，完全会当放落来。耶稣讲。请你来吧，来正做我的同伴吧，咱做伙向前行吧。这是福音，这是耶稣所做。请咱同齐透过这首圣诗来做咱的回应。透过这条圣诗，路口背重担的着就滚歌。
背当打着就讲我来地看休好，路可背当打着就讲我来地看休，路可背当打着就讲我来地看休好，路可背当打着就讲我来地看休，世界着好就讲我，世界着好就讲我，世界着就讲我，哈利路亚，阿妹尼，哈路亚，阿妹尼，哈利路亚，阿妹尼，会当当的卡摩花传开，万马飞过海，会当当的那汉路可背了地经团，会当当的卡摩花传开，万马飞过海，会当当的卡摩花传开，哦地经团，要听主的呼叫，随行着好就讲我来地真是感谢，要听主的呼叫，随行着好就讲我来地真是感谢。受怪的家路烦恼悲伤，受气失去自由，人生为我快乐滋味，痛苦忧愁。受怪的家路烦恼悲伤，受气失去自由，人生但为了快乐滋味。痛苦忧愁，要听主的呼叫，随行着好就讲我来地真是感谢，耶稣护阮就谦卑，陪伴那行那远，生命焕然一新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愿每一个人排着重重的壳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伫阮的人生中间有济济重担，是阮生命的重担，是经济的压力，是病痛的支伴，也是济济心内底的惊吓。这个物件哪亲像互阮排着一座加角点伫阮的生命共款，阮超找袂着愿望。当阮拄着困难、拄着打击的时阵，阮也敢若会晓用暴力、用邪恶来回应。主，阮真正伫你面前承认，阮是有罪的人。当你讲路口背重重的人，就爱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的时。阮哪亲像，阮真正得到愿望啊！因为你讲，你会派阮会当，你会邀请阮甲你行做伙，互阮的心真正亲像你，活出温柔谦卑、应听对待阮身躯边的人。就踮伫即点，阮也为着阮心内底所想着，踮伫重担中间的人。阮为着因祈祷，既若是有病痛的，既若是有捆绑的，既若是受伤的，既若是济济压力的，愿你安息的应允也踮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看你的脚步，互阮学习来跟对你，通互阮伫每一日活出安息的开达，当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，咱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拜三会读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第1节到12节，请来当做伙来看。咱踮伫第2礼拜后，咱会召开中职会，所以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做伙来出席。踮伫昨暗，咱嘛踮伫遮顺利来举行咱12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。所以特别要感谢咱大家人的付出吼，嘛特别感谢献荣兄甲青美长老因两人奉献，互咱有一台新的钢琴，嘛，互咱的音乐会真正有真水的演出。所以邀请咱大家吼现在你昨有表演的人，请你拢站起来好。你昨有表演的人拢会当站起来，包括咱嘛感谢献荣兄、青美长老因做伙吼在吼。感谢昨所有参与踮伫这中间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嘛感谢毋若表演的人，阁有幕后足侪人咧斗相共，所以老师甲我分享讲，全部加起来，台顶甲台骹所有加起来超过200个，真正是相当大型的音乐会。那么特别感谢李文老师伫咧中间的付出吼，好。过来，咱的敬拜团踮伫后礼拜拜六下晡4点半到6点会举办音乐讲座，因要邀请陆义道牧师来分享信息的水，所以请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敬拜团的同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吼。好，过来第4项，咱的迄个检校吼，会踮伫7月16甲23。进行咱顶半年度的检校，所以请咱来交互咱的办公室，请各团体咱的财务同工会当来注意吼。好，后主日台南中会传道部后主日下晡要举行中职信徒训练会，所以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做伙出席来参与。因为需要准备便当，所以请咱会当甲迄个报名来迄个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报名成人洗礼也是有健身礼的人，邀请咱踮伫这2个主日礼拜后来参加只要真理的课程，23来参加问道理。小儿洗礼如果有意愿要接受小儿洗礼，有愿会当继续来报名。好，佮甲大家报告就是苏平祥兄弟是段惠美姊妹的先生吼，踮伫7月初4民主运调74岁。伊会踮伫即个拜五上午9点伫殡仪馆怀恩厅举行日验礼拜，甲9点半告别礼拜。所以咱也踮伫祈祷中间，特别为着惠美姐的家庭来关心甲带祷。好，佮另外一项，今仔日下晡南神有一个迄个募款音乐会，踮伫文化中心。今仔日下晡大概3点的时阵，因为咱学校有摕一寡票来伫教会遮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意愿，有想要去参与下晡今仔日下晡男神的音乐会的兄弟姊妹吼，即马阁有一寡票踮伫办公室头前，所以如果你若有意愿要参与，会当踮伫遐直接来摕票，因为原本是爱买票啦，听讲有人奉献，所以学校就将大概我看大概40-50张的票放伫咱的教会遮，所以若是有意愿想要去参与的来到伫办公室这边会当自由来听吼。我大概做安尼报告。今仔日咱感谢看到南门教会郑执事甲玉里，这是咱教会的青年等来到伫咱中间，甲马珍老师同齐来服侍，咱也做伙欢迎因。好，所以以上的介绍。同齐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。来，同齐来读。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搁一解，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。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马太福音11章
29到30节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起立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坐。
，test 123，123，test 123。
123，拜拜。张景公司。喂。看起来是到了，明君要带动大家全场一起跳了。今天可以跳了，今天真的可以跳了。唱跳歌手就看这一波了，有吗？我们
早已。无声。有吼。有。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，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。人生的尽头和后回应师。当我在翅膀一下，遮盖我，在你大能手中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膀风上。是神。灵安息，在其